各位老闆，你哋買賣貨物上面嘅利潤咧已經好少㗎啦。咁點樣令到你哋咧嘅日常嘅營運咧可以大幅度降低啲成本咧？你哋一般都會有一個嘅會計啦，同埋一個倉務嘅同事，仲有一個可能 admin 去準備。咁基本上都一個編單，一個打單咁樣。咁我哋而家有一個簡化少少嘅方法，就係可以喺出入貨嘅時候咧，倉務嘅同事當佢哋收貨嗰刻 confirm 入咗個邊個倉位嘅時候咧，咁可以用個手提電話咧，已經好簡化可以做到執貨同埋出貨。當佢哋執貨或者出貨之後咧，直接已經喺個 sales invoice 上面咧已經出現咗，而個客人係爭你錢，或者你嘅供應商你爭佢要俾錢嘅，咁你做一個 confirm 翻啦，就會跌咗落去㗎啦。咁呢個動作咧，基本上你可以 set 翻全自動或者非自動都得。咁甚至每個月咧可以 set 埋對接咗個 WhatsApp 做全部自動 AI 咁 send 一啲嘅 statement 咁樣。我哋嗰張嘅訂貨單啦，咁下面都會有個 QR code 嘅，我哋有個 scanner 啦，會 scan 落去啦，之後咧佢會直接跳到去嗰個撳埋個 QR code，咁啊掃埋件產品咧，佢會自動幫你已經 detect 到落去，究竟係你要再輸入幾多件 ，save 埋呢張單，咁都會自動已經入咗倉㗎啦。咁到送貨單啦，咁送貨單其實個流程都一樣嘅啫，咁我可以幫你啦，出翻一個 QR code 啦，咁都係一樣啦。送貨 confirm 之後，究竟嘟埋件貨，咁會又會問你究竟出幾多貨㗎啦，咁會將個差價帶落去，咁我 confirm 翻簽署揀翻邊個貨，可以影埋張相，影埋件貨 confirm 翻 OK，咁就確定，咁成個過程就已經完成㗎啦。咁喺我哋嘅 app 上面啦，咁左手邊嘅功能鍵啦，有個倉單嘅位置，撳入去有出入轉倉係啦。咁我哋如果未出嘅話咧，可以呢度 sort 晒嘅。咁呢度兩個掣嘅功能，一個咧係睇 copy 啦，另外一個係睇購物車。當日有啲咩未出嘅貨咧，佢會全部喺度咧會顯示翻晒俾你。咁如果你話唔睇個購物車，睇翻 by order base 咧，咁就喺度啦。咁右上角有個 QR code，撳個 QR code 就可以掃單嘅啦。咁包括 Android、iOS 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如果想編翻張單嘅話咧，咁下面個 PDF 咧就可以俾你揀翻唔同嘅格式。咁你可以揀翻係編 invoice 定編送貨單。咁佢呢度咧就已經出翻嚟㗎啦。咁如果你想 send 俾個客人咧，左下角揀翻個 WhatsApp 又好 email 都得，甚至可以揀埋編製編翻出嚟都可以嘅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開埋個叮叮鐘仔就可以第一時間收睇我哋嘅新片啦。